主后2022年11月30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简洁有力。圣经诗篇117篇第1节到第2节。万国啊，着称赞上主；万民啊，着学乐伊，因为伊对咱是大慈爱。上主的信息永远存续，哈利路亚！称赞上主。简洁有力。近年来，台湾有一寡教会渐渐地推行泰德礼拜，特别会伫受难周举行。伫泰德礼拜中，上西洋会运用特别的布置，也是点着蜡烛火，带予人一种宁静感。伫泰德礼拜中，通常只有读经、祈祷和吟诗。泰德诗歌所吟的，无像传统圣诗遐尼长，甚至比敬拜俄勒底歌还要较短。可能只是一句话，也是2句话。检采有人会质疑歌词内容伤单调，不过简短的泰德诗歌却会当展现单纯的力量，透过不断重复吟唱，互歌词进入吟唱者的心中。伫吟唱诗歌，感受到圣神的感动。诗篇117篇虽然是诗篇上界底的一首，学者却认为这是神学上极伟大的一首诗。这首诗虽然短短2节，却是相当有力，佮具有开创性。这首诗歌特别针对万国万民，也就是世间所有的民族甲国家。诗人邀请万国万民做伙来颂赞、颂扬上帝。这首诗也遐个为着敬拜上帝来组织的以色列人唱，互因去感受上帝对因的慈爱甲信息。话变过来讲，逐国颂赞、颂扬上帝的原因，也是来自上帝伫以色列人身上所彰显的慈爱甲信息。泰德礼拜的发源地是法国南部的泰德，一位基督教会的修士罗德兄弟伫遮发展出一个普世主义的团体，其中成员包括天主教、东方正教甲基督新教背景的修士。值得讲的是，伫泰德这个庄脚的小所在，一开始只是少数人为了共同信仰理念组织做伙，后来渐渐影响欧洲的少年人，落尾扩展到全世界各所在。泰德团体的修士用家己的一生回应上帝的信息和慈爱，互看起来真美丽的力量，大大影响到真侪人，互因的性命甲上帝重新连结。就亲像泰德礼拜中使用的诗歌，虽然简短，却会当带予人的心灵极大的感动一样。伫教会内有真侪人虽然无担任中职同工，却默默为教会付出，伫别人也是家己看做美丽的服侍，忠心尽职。有时阵，因的服侍可能受看轻，甚至连因家己都认为无值得提出来讲。其实毋对，并无任何的服侍应该互看轻，因为上帝使用所有愿意服侍的人，共同为上帝国做伙打拼。为教会可能也有类似思维，
总是感觉家己是弱小教会，也是综合教会，就看轻家己。虽像上帝所设立的教会是毋通看轻的，因为每一间教会拢承担传扬上帝国福音的使命，就亲像诗篇117篇，虽然简短，却有真大的力量，邀请所有人做伙学了上帝。默想，伫教会中，有啥看起来真无起眼，却是付出真侪心力伫服侍咧？有倒一寡服侍无受到看重，实际上却是非常重要咧。伫教会中，有啥看起来真无起眼，却是付出真侪心力伫服侍咧？有倒一寡服侍无受看重，实际上却是非常重要咧。咱来祈祷，主上帝啊，求你互我伫小事的顶面忠心，无看轻任何服侍，搁透过你的眼光，看见遐个若像无上目的人，伫因身上见证你极大的荣耀。奉主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所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